大家睇到呢張單，真係唔好以為我去咗咩高級法國餐廳食松露魚子醬，呢度只係普通一間行到邊度都有嘅香港連鎖酒樓。3個人，星期日朝早諗住開開心心去飲個早茶，點知埋單要成接近600銀。最離譜嘅係乜嘢？張單上面竟然有一項寫住非共用台附加費，即係話我哋唔肯同人搭台，就要俾多1倍嘅茶錢。你冇聽錯，真係1倍啊！平日每位茶位14蚊，如果你揀要4人台唔同人搭台，每位茶位就即刻變咗28蚊。3個人加埋，單面搭台嘅茶錢就已經執咗你84蚊，加埋個加1服務費，差唔多一條紅衫魚就咁冇咗。我當堂真係火都嚟埋，呢個究竟係咩世界？香港飲茶幾時變成咗一場劏客大屠殺？而家啲酒樓係咪想逼到所有香港人都上去深圳消費，等自己一齊攬炒執笠先安樂？今日我真係忍唔住要同大家一齊踢爆呢個怪現象。唔知由幾時開始，喺香港出街食飯已經唔再係一種享受，而係變成咗一場同商家智力、財力嘅博弈。特別係我哋由細飲到大嘅粵式飲茶，本來係最平民、最有人情味嘅家庭活動，而家竟然變咗搶錢嘅代名詞。大家試諗下，以前我哋老一輩，好似我阿爺嗰代，由上個世紀嘅70年代、80年代開始，甚至到我哋自己10幾20歲嘅時候，去酒樓飲茶係一件幾咁舒心嘅事。一張大圓台，幾位老人家拎份報紙，一盅2件，慢慢嘆。伙計見你茶盅乾咗就會主動行過來幫你加水，仲會同你吹2句水，問下你個孫讀書讀成點。嗰種人情味先至係香港飲茶文化嘅靈魂。但係你睇下依家2020幾年嘅今日，香港嘅酒樓已經完全變晒質。首先就係呢個最令人把火嘅唔搭台就要罰錢嘅政策。我明白香港寸金尺土，酒樓想做多啲生意，翻台率要高，呢點大家都明白。以前大家推油菜車、點心車嘅時代，搭台係好平常嘅事，大家都互相體諒，坐埋同一張大圓台，你食你嘅燒賣，我睇我嘅馬經，中間仲會互相遞下醋樽同豉油。但嗰個年代嘅搭台係出於大家嘅自願，亦係一種社區嘅默契。依家啲酒樓竟然將呢種體諒變成咗要挾顧客嘅商業工具。你唔想同個唔識嘅陌生人對望，唔想聽隔籬阿叔講佢個新抱點樣唔好，唔想食餐飯都好似同人拼大路咁，得，咁你就要俾雙倍茶錢。最神奇嘅係，如果你一家4口去，啱啱好坐滿一張4人台，咁就唔算非共用台，可以收返正常茶位費。但如果你係2個人或者3個人去，佢哋就會夾硬將你安排喺一張大台，然後同你講，一係你就接受同人哋2組，甚至3組完全唔識嘅人，好似坐巴士咁逼埋一齊，每人手爪撞手爪，連講句私房話都驚俾人聽去。一係你就自願升級，俾雙倍茶錢來買呢個所謂嘅私人空間。你話係咪好笑？我出錢嚟你度食嘢，我竟然要另外俾錢，先可以買到唔同陌生人一齊食飯嘅權利？呢個邏輯簡直係荒謬絕倫。我同好多身邊嘅老茶客傾過，其中有一位住喺旺角，今年已經70幾歲嘅陳伯，佢由20幾歲開始就天天風雨不改去飲早茶，可以話見證住香港酒樓業嘅興衰。陳伯同我講，佢依家已經完全放棄喺香港飲茶。佢話以前嘅酒樓叫開茶，係有一種歡迎你嚟坐嚟聚腳嘅溫情。依家嘅酒樓叫劏客，每一步都計到盡。陳伯話有一次佢自己一個去飲茶，酒樓經理夾硬要佢同另外3個完全唔識嘅自由行旅客搭一張4人台，對方行李又多，食嘢又大聲。陳伯想慢慢睇份報紙，都俾人投訴話將報紙遮住咗人哋隻蝦餃。陳伯頂唔順，同經理講可唔可以換張細台，或者佢自己坐一邊。經理居然黑面同佢講，陳伯，你要自己坐一張台就要計4個人嘅茶錢，仲有每人最低消費50蚊，你諗清楚啊！陳伯當時聽完，心都寒埋。一個喺呢間酒樓飲咗30幾年茶嘅老街坊，最後竟然俾人用咁樣嘅態度嚟逼走，
呢個已經唔單止係錢嘅問題，而係一種對尊嚴嘅踐踏。當香港嘅酒樓用呢種近乎大屠殺嘅方式去對待本地市民嘅時候，另一邊廂，深圳嘅茶樓就用緊完全相反嘅態度，張開雙臂歡迎香港人。近年來，每逢星期六日，甚至平日嘅下晝，你只要去一趟羅湖、福田或者深圳灣嘅各大商場，你就會見到密密麻麻全部都係香港人，當中唔單止有20幾30歲嘅生力軍，仲有大量好似陳伯呢類60幾歲、70幾歲嘅長者。佢哋寧願辛苦啲，用張長者八達通搭東鐵線，長途跋涉過關上去深圳飲茶，都唔肯喺香港樓下間酒樓受氣。點解？因為對比之下，香港同深圳嘅茶樓簡直係天堂與地獄嘅分別。我哋先唔講價錢，單單講個環境同空間感。喺深圳，無論你去飯樓，點都得定係陶陶居，求其一間分店，人哋嘅裝修都係古色古香、寬敞明亮。最重要嘅係乜嘢？人哋根本就冇搭台呢個觀念，只要你入到去，2個人就俾你一張闊落嘅雙人台，4個人就坐4人卡位。人哋唔會因為你得2個人，就夾硬喺你側邊菜多2個人入嚟。你可以安安靜靜、好舒服咁享受你嘅點心，同朋友家人輕輕鬆鬆咁傾偈，完全唔使驚手爪會撞到隔離位，更加唔使擔心因為唔搭台而要被懲罰性收費。再講講個茶位，喺香港依家好多酒樓，一入座伙計就劈頭一句：飲咩茶？普洱壽眉鐵觀音。然後菜一壺用熱水沖開，淡茂茂，甚至連茶葉渣都漂浮喺度嘅所謂茶俾你。咁樣嘅茶，以前收你幾蚊，依家收你10幾20蚊。如果好似我頭先講嘅非共用台情況，分分鐘變咗30蚊位。但喺深圳呢，好多茶樓一上座，台面就放住一套精緻嘅功夫茶具，人哋俾你嘅係一整包拆封嘅優質茶葉、茶餅、普洱、大紅袍任你摘。台邊仲有一個專屬嘅自動煲水電神仙爐，水滾咗你自己親手沖茶。你可以慢慢洗杯，慢慢品茶，真正體會到乜嘢叫做品茗嘅樂趣。咁樣嘅功夫茶位，人哋通常都只係收6塊到8塊人民幣一位。你話用香港收你30蚊港幣，仲要逼你同人搭台嘅洗腳水，去同深圳收你700蚊人民幣，有專屬茶具兼自己任沖嘅優質功夫茶對比，呢個唔係天堂與地獄係乜嘢？講完個茶位，我哋就嚟對比一下點心嘅質素同價錢，呢個字係最見真章嘅地方。喺香港飲茶，依家啲點心個名越起越好聽，乜嘢御膳鮮蝦餃、極品鮑汁鳳爪，但係個心太軟，個身太硬，質素就一年差過一年。點解？因為香港大部分連鎖酒樓為咗慳成本、慳人工，一早已經無咗即做即蒸呢支歌仔唱。90%以上嘅點心都係由中央工廠大批量生產，然後冷凍運到落各個分店。朝早開檔，伙計就喺雪櫃拎出嚟放入蒸籠隔硬翻熱，所以你成日會食到啲蝦餃皮爛溶溶，或者個底濕漉漉，燒賣肉質死實，完全冇晒豬肉嘅鮮甜同肉汁。咁樣質素嘅點心喺香港一籠蝦餃依家賣緊幾多錢？小點、中點、大點、特點、頂點、超點，分級分到好似打網遊升級咁繁複。一籠稍微正常少少嘅蝦餃都已經被列為超點或者頂點，成為48蚊甚至52蚊港幣。一籠得4隻，平均每隻10幾蚊，2啖就咬完。再加埋個加一服務費，食幾籠點心，個荷包就乾硬化。但係你想去深圳食，情況完全唔同。人哋好多茶樓依家都係玩明檔廚房，即係用一整面大玻璃隔開，俾你親眼睇住幾十個點心師傅喺入面即包、即油、即蒸。人哋個蝦餃皮薄到帶點剔透，但又煙韌唔會破，入面嘅大蝦仁新鮮爽口，仲有滿滿嘅湯汁。人哋個手工燒賣用嘅係新鮮五花肉同鮮蝦，咬落去有層次、有彈性。而咁樣高質素即叫即蒸嘅點心，喺深圳一籠頂級鮮蝦餃，大約就係20幾塊到30塊人民幣，折合港幣先至20幾30蚊。
即係話你喺香港食一籠工廠冷凍翻熱、皮爛肉死嘅蝦餃嘅價錢，喺深圳可以食到2籠由大師傅即場手工現包、新鮮滾熱辣嘅極品蝦餃。你話只要係個頭腦正常、識得計數嘅香港人，邊個仲願意留喺香港做冤大頭？除咗食物質素同價錢，最令香港人痛心，亦係最逼走人嘅，其實係服務態度。香港酒樓嘅黑面文化同趕客速度，真係可以攞世界冠軍。大家應該都有過類似嘅經歷，一入到酒樓，帶位嘅伙計面口黑到好似你欠咗佢幾百萬咁，將本點心單啪一聲扔喺台面。到你食食下，大約飲咗1個鐘左右，個阿姐就會開始喺你身邊巡邏。佢唔係問你需要啲乜，佢對眼係死死盯着你個蒸籠。只要你食完最後一隻燒賣，手都未放低筷子，佢就會用光速衝過來，將個空籠說一聲收走。再過多10分鐘，你杯茶仲有一半，佢就已經會將埋單據擺喺你台面，甚至連個筆筒都塞埋俾你，暗示得非常明顯。食完就快啲咪塞住個位，頂住我做下一輪生意。有一位50幾歲嘅家庭主婦黃女士同我分享過一件事，佢話有一次同佢媽媽，一位80幾歲、行動唔太方便嘅老人家去香港某間大酒樓飲下午茶。老人家食嘢慢，需要時間慢慢嚼。結果食到下半場，個經理過來催咗3次，最後甚至直接同黃女士講：小姐，出面好多人排緊隊，老人家食完不如去出面公園坐啦，我哋呢度要交台。黃女士當時氣到眼淚都差點流出嚟。佢媽媽辛辛苦苦喺香港工作咗大半生，老咗想安安靜靜、舒舒服服同個女飲啖茶，居然要被酒樓好似趕乞兒咁樣趕走。黃女士自此之後，每逢放假就搭埋深水，帶埋媽咪坐跨境保姆車或者高鐵上去深圳。黃女士話喺深圳嘅茶樓，人哋一見到有坐輪椅或者行動不便嘅老人家，一進門就幾個人過來幫手推，主動安排最寬敞、最靠近門口或者洗手間嘅卡位。食飯期間，服務員態度極之溫和，說話輕聲細語，不停幫手加水，仲會主動話：阿婆慢點吃，不着急，不夠水隨時叫我。黃女士感嘆：點解喺我哋自己嘅土生土長嘅香港，我哋要俾高昂嘅價錢去買屈辱，反而去到深圳，我哋用更平嘅價錢，卻能享受到真正做上帝嘅尊嚴同尊重。講到呢度，可能有些少幫香港酒樓講說話嘅人會話：你唔好崇鹿媚外啦！香港租金貴啊嘛，香港人工高啊嘛，香港請唔到人啊嘛，老細都要食飯，都要交租價，唔收貴啲，唔做快啲，點撐得住啊？好，我哋今日就理性、客觀咁嚟剖析下呢個香港成本論。冇錯，香港嘅租金高企，呢個係不爭嘅事實。香港連鎖酒樓動輒幾萬尺嘅鋪位，每個月嘅租金可能要幾十萬甚至上百萬港幣。加上依家香港各行各業都遭遇勞工荒，酒樓洗碗阿姐、傳菜伙計嘅人工確實係升咗，而且就算出到萬幾2萬蚊，都未必請到人。呢些全部都係事實，大家都理解商家的難處。但問題係，租金貴、人工高，係咪就可以成為你降低食物質素、惡化服務態度，甚至搞出非共用台附加費呢種巧立名目、變相掠水政策嘅合理藉口？商業社會嘅基本邏輯係你提供相應價值嘅產品同服務，顧客才願意付出相應嘅日價。如果你因為成本高，將一籠蝦餃賣到50幾蚊，但你呢籠蝦餃係好食嘅、真材實料嘅、大師傅用心做嘅，服務員態度係親切嘅，環境係乾淨舒適嘅，香港人絕對願意買單。香港人從來都唔係出唔起錢，香港人最痛恨嘅係物無所值，甚至係物超所值嘅相反物極度劣質。你依家啲酒樓，一方面將成本壓力完全轉嫁落消費者身上，另一方面又為咗追求利潤最大化，不斷縮減食物成本同人力成本。你用預製菜、冷凍點心代替新鮮現做，呢個係侮辱緊顧客嘅條例。你一個人當3個人用，導致啲員工做到踢晒腳，心情煩躁，進而將怨氣宣泄落顧客身上，呢個係破壞緊消費體驗。
依家仲要嫌顧客坐得耐，嫌顧客唔肯同人搭台，要用行政手段同懲罰性收費嚟壓榨最後一滴油水。呢種做法根本就係飲止渴，係將自己推向慢性自殺嘅深淵。你睇下深圳，人哋之所以能夠做到平、靚、正，固然有土地成本同人工成本較低嘅優勢，但更重要嘅係人哋嘅競爭極之激烈，迫使整個行業必須不斷進行自我迭代同優化。人哋用科技來提升效率，例如用二維碼點餐、智能廚房管理系統，甚至用機器人傳菜。呢些科技嘅引入，人哋係用來減低員工嘅勞動強度，等員工可以有更多嘅時間同精力去專注做好對顧客嘅人情味服務。相反，香港好多酒樓雖然依家都引入咗二維碼點餐，但佢哋引入科技嘅目的純粹係為了炒魷魚，裁減人手。人手減咗，服務質量跌入谷底，但點餐系統壞咗又冇人理，老人家唔識用手機點餐，揮低手想叫個伙計過來幫手，換來嘅卻係伙計一句極度不耐煩嘅自己掃碼啦，我邊有時間幫你寫單啊。這種本末倒置嘅做法，真係令人感到無比嘅悲哀。香港嘅粵式飲茶文化，本來係世界聞名嘅非物質文化遺產，係我哋引以為傲嘅城市名片。世界各地嘅旅客嚟到香港，都指明要到香港嘅老字號酒樓，體驗一下最正宗嘅飲茶風情。但係依家呢？當我哋自己本地嘅老茶客都被逼到要棄港北上，當我哋自己人都覺得喺香港飲茶係一場劏客大屠殺嘅時候，你仲點樣期望外地旅客會對香港嘅餐飲業有信心？呢種情況如果持續落去，所引發嘅骨牌效應係非常恐怖嘅。首先，本地消費力會進一步嚴重流失。以前放假，一家大細喺香港本土消費，飲個茶、睇場戲、行下商場，幾千蚊就留喺香港嘅經濟體系入面循環，養活咗酒樓、零售、娛樂等成個產業鏈。依家啲人一到週末就集體北上，錢全部花咗喺深圳。香港嘅酒樓因為冇人幫襯，生意變差，為咗維持高昂嘅租金同成本，唯有進一步加價，進一步巧立名目收費，例如我頭先提到嘅唔搭台茶錢加倍，食物質素進一步下降。而咁樣做，只會將剩餘落嚟，本來還想支持香港嘅市民，更激進地逼走。呢個根本就係一個無底深淵嘅惡性循環。老茶客們嘅痛心，不單止係因為無咗一個平民化嘅娛樂，更重要嘅係，佢哋眼睜睜看着香港舊日最珍貴嘅社區凝聚力同人情味喺度一點一滴咁消逝。以前嘅酒樓係一個社區嘅核心，街坊鄰里喺度交流資訊，互相扶持。邊個家裏有事，邊個個仔揾到好工作，邊個身體唔舒服，喺茶台上面講一講，大家都會互相問候。呢種溫暖係冰冷嘅現代化都市入面最缺乏嘅東西。而依家嘅香港酒樓為咗追求冰冷嘅 KPI、翻台率、利潤率，將呢一切溫情全部抹殺。顧客同酒樓之間變成咗純粹嘅你出錢，我出貨，而且我仲要想盡辦法壓榨你嘅敵對關係。我真係好想對香港餐飲業嘅高層老細們真心地講一句，唔好再將所有問題都推落北上潮或者經濟唔好上面啦。每件事嘅發生都有其內在嘅因果關係。香港人唔係唔愛香港，香港人唔係唔想留喺自己嘅家園消費，但前提係你哋必須要俾返相應嘅尊重同價值出嚟。如果一間酒樓連最基本嘅讓顧客舒舒服服，唔使同陌生人搭台食餐飯嘅基本需求，都要當作奢侈品來變相加價懲罰，如果一籠50幾蚊嘅蝦餃，換來嘅係中央工廠嘅冷藏死肉同埋伙計嘅黑面，咁樣嘅餐飲業被市場淘汰，難道不是理所當然嘅歷史必然嗎？各位朋友，你哋最近又有冇遇到類似嘅飲茶搶佔經歷？你哋又係咪已經放棄咗喺香港飲茶，加入咗北上深圳飲茶嘅大軍呢？面對香港酒樓依家呢種逼走香港人嘅現狀，你哋又有啲咩心聲想講？真係希望呢個行業嘅決策者能夠真正醒覺，唔好等香港嘅飲茶文化真正壽終正寢嘅嗰一日，先嚟後悔莫及。